為咗慳，為咗玩，今次真窮遊。朝頭早6點喺曼城機場起飛嘅機，我就夜晚11點20分坐火車去機場。直達機場嘅火車票只需要6.5磅，可能夜晚關係特別平。喺3號客運大樓嘅長凳度瞓咗幾個鐘，到3點9安檢開就入。今次係我去北歐5國最後一站挪威，機票19.9磅，航程1個半鐘到。到達之後就坐機場巴士去 Oslo 市中心，唔使轉車，呢個方法最方便。要坐1個鐘頭40分鐘，單程票價約20磅到。由於即日夜晚要坐通宵火車，所以先行去對面中央火車站，擺低咗我件行李，再慢慢輕輕鬆鬆出去玩，10磅到可以擺成日。火車站行出去嘅外面就係 Oslo 嘅歌劇院，大家可以沿住佢側邊嗰條路行到上劇院嘅頂。因為上面個觀景台風景好唔錯，可以望到 Oslo 嘅市景。由於我有13個鐘時間可以去睇 Oslo，所以全部用步行嘅方式。先經過呢一條購物大道 Karl Johans Gate， 啲嘢冇樣平，全部 window shopping。午餐平平地用2磅喺車站間 Bake Me Up 買咗個 cheese pretzel 食咋。跟住1點半就行到嚟皇宮睇表演。呢度好似英國嘅白金漢宮咁，佢每一日呢個鐘數都有皇家衛兵換裝嘅儀式。再肚餓嘅話，可以嚟呢一個食物廣場睇下 Oslo Street Food Hall。除咗有唔同嘅菜式聚首一堂之外，仲可以去埋佢嘅免費廁所。因為挪威街上邊或者商場內好多廁所都要俾1磅。如果要再平啲嘅話，可以去 Many 超市，好多親民價啲嘅現成嘢食賣。或者可以買盒挪威三文魚返屋企煎嚟食添，7磅幾有4嚿。跟住就去咗碼頭，坐公共渡海小輪去咗一個小島遊船河，就係坐呢款船啦。我都係隨便上咗一架船，去邊我唔知㗎。可以坐出邊或者入邊，對住個海真係好舒服。碼頭隔離有好多博物館同埋藝術館，但係我完全冇興趣，全部直接 skip 晒。另外一個 food hall 叫做 Mathallen Oslo， 入邊有間魚檔餐廳，不過長期都好 full。另外有間食日式便當嘅，都好多人推介。但最後我都係經過呢條好靚好特別嘅路，行返落去市中心食晚餐。食咗呢一兜雞肉炒飯，成為14磅。夜晚就坐通宵火車去北面嘅 Bergen， 火車票價為52磅，全程7個半鐘。佢其實仲有其他選項，好似啲臥床式或者貴價座位等。呢條火車路線係其中一條最靚，尤其係最尾嗰1-2個鐘會經過好多雪山同海峽灣。可能咁啱因為馬拉松嘅關係，所以4圍嘅酒店都超貴。於是今次就喺 Airbnb book 咗一間房，38磅1晚又平噃，同個屋主 share 廚房同埋廁所。佢屋企外面個景真係不得之了啦，對住個咁靚嘅景喺度煮嘢食同埋食飯都開心啲啊！雖然我都係出街食就算數。首先去咗市中心呢一個魚市場，啲餐廳就係咁對住個港口同埋啲船，環境美絕。話就話係魚市場，但入邊嘅環境完全唔會濕立立，超乾淨同埋冇臭味。你想食咩海鮮呢度都有。我就揀咗呢一間 Fish Me， 揀咗食咩海鮮同點煮就叫佢整。我就揀咗當地嘅特產挪威小龍蝦同埋蝦，仲有傳統魚湯。全部嘢其實都只係白霎咁先超級鮮甜。呢一餐就真係鋸油下嘅，呢幾樣嘢就要65磅。好味就好味，不過咁嘅價錢好似可以已經食到一個海鮮自助餐。食完就睇埋隔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17棟木製小屋。雖然而家入邊已經變晒做商店，但係啲建築又真係幾有特色。無論係歪咗嘅門、傾斜咗嘅梯、倒三角嘅陽台，全部都帶有滿滿嘅歷史。
因為係屬於北歐凍啲，所以呢度啲花都遲開啲。咁啱櫻花正開，所以好多本地人喺度野餐，對住個噴水池勁 chill。呢度有好多共享單車同埋滑板車，所以我就自己揸，一路揸一路睇靚景。揸咗嚟纜車站，太耐冇運動，唔想咁辛苦，所以坐纜車上山。成人單程票價為18磅。畏高嘅話要諗下，我偷聽到個導遊講話大風嘅時候試過 stuck 咗喺度1個鐘。Bergen 俾7座山環抱，呢座 Ulrika 就係最高嘅。行樓梯上山真係搞唔掂，但係落山我都 OK。於是我就用咗50分鐘行1333級樓梯落山。Bergen 入邊有7座山，勁多行山徑，難怪個個本地人都咁 fit。落返地面就去咗市中心呢一間熱狗店，一定要嚟食。佢有好多款熱狗腸，仲有一款係麋鹿肉整嘅添，6磅半一個，好平。呢度嚟講，我叫咗款辣椒腸，勁好味勁辣。留意返，原來呢度星期日好多鋪頭同超市都冇開㗎。另一座好受歡迎嘅山就係 Mount Florian， 但其實就喺我半山 Airbnb 再上啲，所以我就冇再搭纜車上去。最後去 Bergen 機場，我就搭咗佢呢度嘅輕鐵，由市中心去大概1個鐘，只需要上車之前喺佢個 app 嗰度買1張飛就可以，有效時限60分鐘，可以期間任搭。今次回程喺 Bergen 走，因為機票平好多，一次過玩2個城市其實都幾好。Bergen 又比 Oslo 值得去好多，我諗冬天又要再嚟一次，欣賞下佢震撼嘅雪景。